大家好，我是怡文。我甲用着，我来，耶！加分！我甘愿家己染好，我嘛无爱染着好，所以我即摆咧为你。都开始讲干话啊！嘿，安尼拄则我是算互你访问着是。我觉得那个刚刚最自然。我感觉比起讲，我一直就想要参大家讲话，一直想到家己就压力就大。我后来是接受家己啦，但是我甲家己讲，做无好还是做毋对拢不要紧，上重要的是我还阁一只。有时阵做家己承认家己其实无遐尼。会晓和大家相处，对我来讲嘛是就需要去下过一个难关啊。其实就是感觉家己咧一边咧大汉，嘛是一边咧和别人学安怎相处啦。坚持到底，伊文加油！